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8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3篇第1节到第8节，民数记15章32节到41节，希伯来书第12章第3节到1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诫命。诫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惩罚人。我们从圣经的记载来看，摩西他开始了上帝诫命的记录，但是也因为以色列人遵守诫命的程度、顺服度不够高，因此上帝就吩咐摩西要命令以色列人要记得实行上帝所有的命令，分别为圣的归于上帝。民数记15章32节到41节的经文这样的记载：以色列人还在旷野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在安息日出去捡柴，被发现了。这个人被带到摩西、亚伦和全会众那里，关起来，因为当时候他并不知道该怎么样来惩罚他们。后来上主对摩西说，这个人必须处死，全体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打死他。于是全体会众把他带到营外，照着上主的命令，用石头打死他。上主命令摩西要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在衣服边缘缝上坠子，在每根坠子上接上一条蓝色的带子，你们世世代代都要这样做。这坠子是要提醒你们，每当看见它，就会想起我一切的诫命，并且遵行，这样你们才不至于远离我，随从自己的意愿和欲望。这坠子要提醒你们遵守我一切的诫命，你们要圣化归属于我。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，我曾领你们出埃及，要做你们的上帝。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。为了要让以色列人能够谨守上帝的诫命，因此呢，就做出了类似律法祈祷那种披巾，并且加上了许许多多的坠子，让每一个人都代表了上帝的诫命，借以提醒犹太人要谨守上帝的诫命。希伯来书谈到了上帝忍受了人对他的忤逆，也就是说违背诫命那种背叛。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其实就是要应当能够接受管教。如果不接受管教，我们如何成为儿女？这是希伯来书非常清楚的教导。希伯来书12章第3节到17节这样教导我们。想一想他的经历，他怎样忍受罪人的憎恨，所以你们不要灰心丧志。你们跟罪恶斗争，还没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。难道你们忘记了上帝怎样用劝勉儿子的话来劝勉你们？他说，我的儿子啊，要留心主的管教，不要因他的责备而灰心，因为主管教他所爱的人，鞭打他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。你们要忍受管教，因为你们受管教是表示上帝待你们像儿子一样。只有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。如果你们不像其他的儿子接受管教的话，那你们就不是真的儿子，而是私生子。对于肉体的父亲，我们接受管教，仍然尊敬他们，那么对于灵性的父亲，我们岂不是要更加顺服吗？以求得到生命吗？肉体的父亲随着自己的意思暂时的管教我们，
但是上帝的管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要使我们有份于他的圣洁。我们受管教的时候闷闷不乐，可是后来那些因受管教而经历过锻炼的人，能够结出和平的果子，过着正直的生活。因此你们要把无力的手举起来，把发抖的腿伸直，要时常走在笔直的路上，使跛了的脚不至于完全残废，反而重新得到力量。要努力跟人和睦，过圣洁的生活。没有圣洁的生活，就没有人能够见到主。要谨慎，免得有人失去上帝的恩典；要谨慎，免得有人像一株有毒的植物长大起来，贻害人群。要谨慎，免得有人淫乱，或像以扫一样不虔诚，为了一点点食物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出卖了。后来你们知道，他想得到父亲的祝福，可是被拒绝了。虽然他流着眼泪想寻找补救的办法，却没有办法改变他已经做了的事。基督徒不仅仅要遵守上帝的诫命，也要努力与和人和睦相处，因为这是上帝诫命的要求。在生活当中要非常的谨慎，免得离开上帝的诫命。诗篇103篇第1节到第8节，我的灵啊，要颂赞上主，要用整个身心颂赞他的圣名。我的灵啊，要颂赞上主，不要忘记他的仁慈，他